现在几点了？有时间吗 ？OK 哦，好啊，那来唱了，好不好？很开心你们会跟我一起唱这样。我唱一首歌叫《改油印》好了，改油印是阿美族的话，美少女的意思。帮我们大家出来唱歌。来，其实改油印呗，来，改油印，再一次改油印呗，来，改油印，对，Bonjour，改油印，Bonjour，有点像法文啊，啊。我自己的感觉，我透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，大家都可以哈日哈韩的，可不可以哈阿美族？虽然现在阿美族还没有偶像，原住民还没有那么多用母语来创作的偶像，没有，那我试试看呢，我练习当偶像的，肩膀，衣服，超哥，好，来请，希望真的可以。再见到各位，12月18、19，用你们的车票好不好？知道你们会比较远，比较辛苦这样，等你们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答应我喽。那真的哦。真的。只有你们前面几个你们是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想太多哦。不用想太多，是真的。12月18、19，然后接下来去法国，接下来歌迷成立大会，真的都是真的。来唱改乐，我唱黑友就知道你们带头啊，你们是资深的，一起哦。Sa